全紅嬋接連丟金，豪宅風波，無緣985。郭晶晶的話終於有人信了。這個2007年出生的廣東姑娘，14歲就在東京奧運會拿跳水金牌破世界紀錄，當時都說她是天降紫微星。可不知怎麼的，最近的全紅嬋似乎常在了輿論的暴風眼上，比賽丟金，蓋房被罵炫富，保送大學又被說不如陳芋汐。其實仔細看下來，全紅嬋這是到了每個運動員都必須要過的3道關。第一關，身體關，長槓帶來的麻煩。這一關得從全紅嬋的經典名場面東京奧運會水花消失上開始說起。那時候她14歲，才1.4米多，體重只有35公斤，跟個小豆芽一樣。跳水對於全紅嬋來說，就像與游泳一樣簡單，一頭扎水裏連水花都不帶有的。而現在剛滿18歲，身高就竄到了1.53米，體重也漲到42公斤。可別小看這8厘米7斤肉，這多增加1斤對跳水運動員來說就是天大的事，相當於要把身體旋轉的角度以及跳水的整套動作重新進行編排，完了之後再進行訓練磨合。於是對身體還不適應的全紅嬋遭遇了連續斷銀的場面，看着分數刷刷往下掉，還連續輸給自己的老對手陳芋汐。全紅嬋領獎的時候眼眶都紅了，連自己在採訪的時候都承認現在做動作總覺得不對勁，以前那種感覺找不回來了。第二關，輿論關，見過防止惹出是非。要說比賽輸贏還可以理解，畢竟誰也不是常勝將軍。可下面這件事就讓人看不懂了。其實這事會說起來也簡單，就是村裏按政策批了幾百坪宅基地，全紅嬋父母準備蓋個2層半的小洋樓，結果網上卻越轉越離譜，直接造謠成了奧運冠軍住豪宅，還說這房子值500萬，你說這有多離譜吧？其實大多數人都知道，農村自建房毛坯算下來也就20-30萬，而全紅嬋的奧運獎金就近乎100萬，再加上企業贊助、商業收入，滿打滿算估計也就200多萬的樣子。這些錢要養一大家子人，給媽媽治病，供弟弟妹妹上學，哪夠買什麼豪宅？農村人辛辛苦苦半輩子蓋個房，放誰身上都是大喜事會，怎麼到全紅嬋這裏全都變了味會？更冤的是，有人借此機會罵他飄了，但其實想想全紅嬋奧運會後一舉一動都被監視着，他能飄哪裏去啊？這些詆毀謾罵讓人聽着都心酸。第三關，前途關，選大學背後的門道。這蓋房的事務還沒消停，體育總局公布的保送名單又讓網友吵翻了天。不得不說，網友是真的閒得慌。人家上大學是件好事會，他硬是讓他們俾出了陰謀論。全紅嬋進了廣州的暨南大學210日，而陳芋汐去年保送了上海的同濟大學985。不少人都開始嘀咕了，都是世界冠軍，就獎學還有層次區分呢？憑啥一個211，一個985？其實這裏頭彎彎繞可多着呢。陳芋汐父母都是體育圈嚟的，打小就按冠軍路子培養，選童仔這種頂尖學府算是常規操作。而全紅嬋家是地地道道的農民，當初選暨南大學估計圖個離家近，體育專業對口，還能兼顧訓練，再加上空中飛人蘇炳添剛剛上任暨南大學的院長，估計也能照顧一下全紅嬋妹妹。並且國家隊級運動員選大學講究量體裁衣，陳芋汐文化課底子好，應該是能跟上童仔的課程。而全紅嬋初二就進了國家隊，常年訓練，還是選個實踐性強的專業更穩妥。就像大學填志願，有人圖學校名氣，有人圖熱門專業，沒有必要非要比個高低。再看最近的報道，總把全紅嬋和陳芋汐放一塊亂比，一個農村一個城市，一個活潑一個沉穩，
現在連學校都要分個369等出來。但其實人家倆在國家隊同食同住，訓練時互相溝動作，比賽時輪流拿冠軍，這不是活脫脫現代版寄生如何生亮？再輸了，運動員一點點失誤就能出現排名的差距，沒准往下次全紅嬋又水花消失術了啦。這不就跟跳水女王郭晶晶說的輸贏都是常事，老是贏而容易翹尾巴，輸比賽是老天在給你補課的機會。他自己當年亞特蘭大奧運會走板失誤得個第5名，後來不也照樣熬成了4金王？所以輸到底，全紅嬋也才18歲，路還長着呢。現在遇到的下午補不齊，就是以後登高的台階。近日社交媒體上關於全紅嬋賬號的動態引發了廣泛關注。據海報新聞報道，5月8日，關於全紅嬋社交媒體賬號多條視頻不可見的情況引起了熱議，同時也有關於全紅嬋賬號如書因星期遙作品已不可見的話題登上熱搜。據說全紅嬋是一位優秀的跳水運動員，她在體育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績。近期她的社交媒體賬號多條視頻已不可見，包括與如書因、星期遙相關的作品，這不禁讓人好奇，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她的視頻無法再被觀眾看到？據深入調查，全紅嬋近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她面臨的成長煩惱主要來自於身體長高、體重增加帶來的技術動作完成度挑戰。兩時，她更專注於刻苦訓練，特別是加強體能和力量訓練。她的這種精神狀態讓人感受到她對於自己未來的堅定信念和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全紅嬋所在地的廣東湛江麻章區邁合村的新房建設也引起了廣泛關注。據了解，該村宅基地用於獎勵東京奧運會奪冠的優異表現，佔地面積120平方米。該項目預計工期1年，建成後可實現拎包入住，體現了對村民生活品質的提升。全紅嬋及其家人對此新房抱有極高的期望和憧憬。對於全紅嬋已保送至暨南大學一事，暨南大學體育學院院長蘇炳添的回應也引發了廣泛關注。他表示，暨南大學將針對全紅嬋這類特別優秀的國家運動員採取特別的培養模式，未來將成立專門的二沙精英班，對高水平的運動員進行指導學習。這一回應不僅體現了暨南大學對體育事業的高度重視和投入，也展示了其對優秀運動員的培養和關懷。值得一提的是，全紅嬋的師兄謝思奕、陳艾森都是暨南大學的校友，他們在體育領域取得的成就和努力精神為暨南大學樹立了榜樣。暨南大學作為一所體育學府，不僅在體育事業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為眾多奧運健兒提供了良好的學習和成長環境。另外，除了體育事業外，暨南大學在多個領域都有出色的校友和成就。例如蘇炳添作為體育學院院長，其任職背景和關注點都與體育相關。同時，暨南大學還有多位奧運健兒校友，包括跳水運動員吳嘉誠等。這些校友不僅在各自的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也為暨南大學的聲譽和影響力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於全紅嬋來說，她的成功並非偶然，她背後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她的成長歷程不僅是一個個人的奮鬥歷程，也是體育事業發展的縮影。希望全紅嬋能夠繼續保持她的努力和熱情，不斷追求更好的成績和更高的目標，同時也要注意保護自己的隱私和權益，不被過多的關注和議論所困擾。對於這次全紅嬋賬號多條視頻不可見的事件，也有網友表示理解，並表示希望他能夠保持自律和的生活態度。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事業規劃，不應該被過多的關注所影響，同時也要尊重每個人的隱私和自由，不要過度干涉他人的私生活。總的來說，全紅嬋作為一位優秀的體育運動員，他的成長歷程和未來展望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希望他能夠繼續保持自己的熱情和努力，不斷追求更好的成績和更高的目標。
同時也要尊重每個人的隱私和自由，不要被過多的關注所困擾。